全家都不喜欢吃甘蔗，但是就喜欢种。我一次6年前也是种甘蔗，种了很多啊。他不就是问小孩不吃啊，算了。所以这几天我就想要处理。哎，我看到你，我刚追到这个。哎，这里啊，啊，有点在小。不是挖进去，哎，可以挖进去呀。啊，这样子，不要把这些进，比较好走啊。啊，它已经长不大，它没有办法长了啊。什么没办法长？什么没办法长？你要讲啊。对对。啊，我父亲黄金什么都买，那时候做日本人的，人家说你怎么有办法？我说他，因为人家介绍的，因为我父亲有国事啊。要挖起来很难呐、啊。哎，都是用旧的。对，路人。哎，哦。不行嘛？不是，你有那个板子啊？不是，这边开始一样。这里下。哎，那带给我。我来，你来。会痛啊，会痛啊！父母生的会痛，还可以吧？你年轻啊，给我。有东西。真是这样，我要利用它，不是用。对，好了，我是利用它，不是要它。小道也是。有一点挂在什么去？这样很干净了。哎，哎，对不对？是，漂亮哦，高贵的感觉。会不要吗？那你不是要吗？哎，是要，可是麻烦。上面，对，高对。这个木头太硬了。这个很硬了。对，要用这个不？哎，这个，嗯，这个才不硬。后面一点。
哦，可以这啊。样子，嘉义，在这里嘛。嗯，嗯，你先钉木头，哎，先钉木头。不是，来了，啊！你这直接干嘛？不过长。 OK 吧，没关系。那一个比较长呢。来哦，应该是那个才不要了，另外。OK 的，OK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铁钉，一样啊。我给你弄。那个没办法。 要慢慢的进，怎么不行？不然不。好了吧？还有一个木板，可以插这里钉好啊，不然就不要了。这个是我要的木板。这样子吧？应该那个啦，不用吧？那个木头会踢到，不要。 Music is a show with Star is a superstar.